大家好，我係大道，咁就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先睇翻今個星期新死資格即時信息。星期嘅早時信息我哋講到啦，完整版影片所講啦，咁就上升軌大支持呢度唔失得嘅。如果收穿嘅話呢，就要考慮上升趨勢會告一段落噶啦。咁另外週期預測方面呢，我哋預期今個星期低高低嘅格局，預期星期二開始反彈。咁就5信息，早時期指輕輕一彈啦，仍然受制裂口同阻力線啦，企259先睇262，否則呢都係大型震盪為主嘅。星期二嘅早前息，咁就星期一嘅期指並無外間預期般崩盤下殺啦。咁就我哋之前喺9月嘅月報都講過㗎啦，似樣嘅調整咧會出現喺第四季嘅，會唔會係近日高位2000點嘅調整？呢個可能係其中之一。另一個較為憂心嘅時間會喺某一個位置嘅。咁另外現貨日線圖咧雙頂格局啦，完成跌幅目標㗎啦，但係留下裂口，遇上慣例啦，企上先至算轉強嘅。咁否則咧都係某一個位置之間整頓再做形態機會較高啦。5信息，早時期指先高後低啊，明顯受制現貨日線裂口26247，咁就未能收企就未有轉強。如今早所言啦，相信震盪一段時間先會有方向啦。星期三嘅早信息，星期二嘅期指咧預期震盪啊，咁從現貨日線圖睇咧，小型雙頂結構一日咧已經完成一組1000點嘅跌幅，現時上下方咧都受住喺裂口入邊嘅受困入邊啦。咁小時圖咧有相對可能嘅，咁企259先至可以見到265啦。咁但係上方有裂口同埋現貨期指咧都已經收穿咗小時嘅大支持區啦，市況咧已經係一致走弱，咁大家要有戒心嘅。5信息，早時期指預期主要上下裂口區震盪啦，相信都係要一段時間先出方向啦。咁另外週期方面呢，我哋預期星期3、4係偏好嘅，星期5呢係會回調嘅。星期4嘅早信息，咁就星期3期指走勢窄幅啦，時間再拉上嘅話呢，可能雙底會變雙頂啊。咁就收穿254有機會係249，如果做好嘅話呢，用256做出位。咁就現貨日線依舊上下裂口震盪啊。如果參與中長線操作嘅朋友嘅話呢，可以休息一陣嘅，係啦，唔使參與呢轉泥漿摔角。5信息，早時期指先高後低啦，公關發力啊，咁我哋視畫得好準嘅，就容易睇到趨勢啦。咁另外有會員提到呢4小時圖係咪會上升期嘅？呢個係嘅，未來1-2支4小時呢，即係8小時內會出方向啦。咁就上升期形定係失敗嘅上升期形嘅啫。如果上升期形嘅話呢，目標依舊265啦；如果失敗嘅上升期形呢，收穿256，目標會睇252嘅。星期5嘅早訊息。咁就另外白銀咧，亦都到咗54蚊嘅位置啦。咁我哋之前分享影片有講過㗎啦，到嗰個位置應該係有阻力嘅。如果短線操作 ETF 嘅朋友嘅話咧，應該要留意一下㗎啦。咁就星期四提過2支4小時燭身要出方向啦，暫時未出，但係使用震盪消除形態啊，咁就要都係繼續要等形態，呢個都係泥漿摔角。咁另外週期方面呢，我哋預期今日係會偏弱嘅。5信息，早時期指預期走弱啦，順應週期發展，期指小時下降軌完美壓制反彈勢頭啊！現貨期指喺小時大阻力區之下，如早前所言啦，大市已經係明確走弱，呢個星期三嘅信息都已經提過㗎啦。OK， 咁就睇一睇上證先啦。咁就上證我之前都講咗，呢度咧傾向佢畫組上升嘅旗形啦，咁就突破咗，咁就應該係要上去目標位置啦，大概4000度啦。咁但係呢度曾經試過出穿，咁之後都係收翻上去嘅，咁走勢都不至於太弱。咁啊，儘管見到星期五咧出支比較大啲嘅陰燭啦，咁但係成組形態咧都仍然係未算失效嘅。咁已經都係嗰句，計翻個上升旗形升幅目標大概4030度，咁但係如果收穿呢條上升軌嘅話咧，計翻跌幅目標咧大概都應該係講3650度嘅啫。咁就簡單講，上升旗形爭在係成功定失敗嘅啫。咁升跌幅目標都講晒㗎啦。咁但係就咁睇嘅話咧，暫時出支比較大啲嘅陰燭咧，唔係咁靚仔嘅。咁但係如果呢支陰燭極點位置消化到嘅話咧，應該都係繼續往上去完成翻呢個4030嘅目標線嘅。咁呢個極點位置大概3921係啦，咁就睇下星期翻嚟啦，會唔會消化到呢支燭身？如果消化到嘅話咧，應該都係繼續向翻4030嘅進發。咁同樣地咧，比較大啲嘅目標啦，我哋講緊上證日線圖咧，畫緊超級大嘅上升旗形啊。計翻目標之前有講過嘅，係啦，咁唔爭在依家補充多啦，係啦，補充多句啦。計翻升目標大概4200度，係啦，大目標4200，小目標4030。係啦，咁但係如果失敗咗先咧，可能會回翻3650嘅，係啦，咁但係往後仍然係完成4200嘅目標，係啦，進發嘅，係啦，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多啦。
OK，咁就睇下道指先啦。咁道指咧，上週影片應該都講咗啦，出支比較大啲嘅陰燭啦，咁就成支陰燭消化晒咧，先至有機會轉強嘅。咁你見到今個星期週中咧，曾經試過想突破呢支陰燭嘅極點位置啦，曾經。咁但係咧，去到呢位咧，即刻都係留翻支上影線喺上邊，人沽翻啲貨落嚟咧，係壓住翻個趨勢嘅。就咁睇啦，有機會兩種發展啦，即係可能有啲廢話嘅，咁但係都要必須講，有機會呢度回一回再上係啦。N 字形突破，又或者呢度係做一隻 ABC 嘅下跌，係啦。咁簡單講啦，如果呢個極點位置收穿嘅話咧，應該係會跌多波嘅，係啦。可能大概啦到45000嘅位置啦，係啦。咁好 rough 咁計啊，千幾點係啦，應該到45000嘅位置。如果咧極點收穿，究竟佢呢度會回一回再上啦，做隻 ABC 係啦，ABC 咁樣上定還是 ABC 咁樣落咧？係啦，咁暫時咁睇咧，兩種都有可能發生嘅。咁但係如果要揀一隻嘅話咧，我傾向往後咁樣做一轉 ABC 嘅落機會咧，可能會比較大少少啊。係啦，咁就始終有支陰燭喺度咧，我係有啲戒心嘅。咁雖然佢話突破多個極點位置啫，咁但係成支陰燭咧，即係簡單嘅結構，一支陰陽燭咧4個位嘅，係啦，開市位、收市位，係啦，咁就最高位、最低位。呢個開市位、呢收市位，係啦，基本上近呢5日都喺呢個 range 入邊發展緊嘅，係啦，仍然係逃離唔到呢支大陰燭嘅影響，係啦。咁暫時咧，道指就咁睇啦。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，升跌機率一半嘅話，我偏向往後跌多波嘅機會可能會比較大啲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。OK，咁就睇一睇納指先啦。咁就納指上週影片都講咗啦，出支咁大嘅陰燭咧，佢要突破翻上去咧，先有啲睇頭嘅。咁就見到今個星期咧，呢5日全部都係受困喺呢支燭身入邊啦。咁上星期影片都講咗啦，會唔會有機會話頭肩頂咧？而家越嚟越似啊。咁就左肩頂部拉右肩啦，而家似係拉緊右肩嘅。咁好似啱啱道指條片講啦，有機會係咁樣落，定係咁樣再上咧？咁暫時排面計咧，我傾向做頭肩頂嘅機會咧，應該比較大啲。咁如果往後收市收穿22200嘅話咧，咁計翻目標大概214。上週影片其實都已經係講咗噶啦，咁就只不過依家畫埋個頭肩頂，等大家有個形象化，更加清晰個視嘅啫，係啦。咁就牌面去計咧，頭肩頂機會越嚟越高噶啦，除非都係嗰句，佢能夠企得上呢支燭身嘅極點位置，否則咧就咁睇落去都有7-8成機會噶啦。咁就但係如果就算依家呢刻唔跌嘅話咧，會唔會攞到個頂位再拉咧？有可能嘅。有一種形態咧叫複合頭肩頂，左肩複合雙頂嘅形態，之後再落拉右肩再落，係啦，兩種都係睇跌嘅。咁只不過係而家跌定係遲啲跌咁解嘅啫。咁暫時咁睇咧，左肩個幅度唔算太多，大概10日到。而家右肩大概已經行咗5日啦，會唔會行多幾日之後收穿咧？大家要留意下。咁但係傾向啊，往後機會係跌嘅話咧，應該比較大啲嘅，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啦。OK，咁就最後睇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。咁就我哋見到咧，今個星期個走勢都唔算弱㗎，咁都偏強。咁但係咧呢組形態咧，其實有少少似道指啊。咁就道指之前都講出支大陰燭㗎，呢度都係啦，出支大陰燭。咁佢曾經試過突破呢個極點位置嘅，咁但係收市咧都係企唔到上去，跟住俾人壓翻落嚟。但係走勢咧都不至於太差。咁但係咧，你見到今個星期嘅走勢咧，其實都主要喺呢支大陰燭入邊活動緊嘅，係啦。咁就即係計翻個開市位收市位啦。通常我睇都係睇呢啲嘅，係啦。即係一支陰陽燭，啱都講咗啦，4個位，最高最低係啦，開市收市。咁大類普遍咧都係睇開市收市位，成支燭身係啦去計嘅。即係通常呢啲上下影線啊，我哋可以唔使太重視，係啦。即係相對於燭身嚟講，未必需要太重視，係啦。咁但係都係有信息咧可以讀取到嘅，係啦。咁曾經試過突破過啦，去到呢位即刻俾人壓翻落嚟啦。咁就呢個係有少少弱勢表現嚟嘅，係啦。咁即係去到呢位係啦，又係俾人壓翻落嚟啦。咁所以咧，而家會唔會有機會做個形態咧？成組形態有可能做雙頂，係啦，雙頂，即係甚至會唔會上星期咧都有可能嘅。但係高位出上星期我都講過啦，咁我覺得個成功率命中率咧不至於太高嘅。咁但係如果假設佢真係做上星期嘅話咧，企翻上呢支大陰燭嘅極點位置咧，應該可以拉到400點嘅，係啦，大概7200度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呢個
陰燭嘅極點位置收穿嘅話咧，同樣地跌翻400點落去，即係大概6000啦，係啦，即係有冇可能會再試翻個裂口區？咁而家咧上落嘅機會咧均等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就咁嚟計咧，牌面計啊，佢比較優勢嘅，佢而家爆翻上呢個裂口入邊啦。如果你裂口收市再收穿翻嘅話咧，先至有機會再次走弱，係啦。咁就即係一半嘅理論啦。如果呢支陰燭用翻一半嘅位置，佢收穿嘅話咧，即係大概6650度啦，咁就應該會偏弱啲嘅。咁但係如果6650之上嘅話咧，可能再上攻亦都唔需要奇怪啊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今週視頻完結㗎啦，咁就感謝大家觀看。中意呢段視頻朋友請你俾個 like，未訂閱朋友請你嘅訂閱，覺得有用嘅請你分享俾你朋友啊。咁就完整版視頻咧，繼續睇美匯就恆指嘅，歡迎各位參與我哋會員制度啊。其實都想講就係10月咧，我都基本上唔係太睇好嘅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就今個月咧都曾經試穿過17,000點啦。咁另外喺10月嘅月報入邊，我哋用週期分析啦，我哋都預測到9月尾咧結束弱勢週期嘅，之後會進入反彈，強勢去到上旬嘅時間嘅啫。咁之後隨後再次展開弱勢嘅週期嘅。咁低位潛就出現喺月尾嘅時段啦。咁我哋見到就約摸喺上旬啦，喺12號見咗高位之後咧，咁出咗粒黃昏之星啦，個市就之後下跌嘅。咁其實咧喺每個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都清晰可以見到我對恆指咧其實係一個中期嘅睇法嘅。咁其實喺今年嘅4月嘅時間咧，咁當時都講過就係潛在出現頭肩底嘅形態嘅。咁當時頸線約摸喺20700，攻得穿睇22600嘅。咁但係有一個隱憂就係咧，喺22年嘅10月至11月啦，曾經出現過頭肩底嘅形態，兼且完成量度升幅目標嘅。喺好少時間咧會出現一個同一個形態，係啦。咁所以建議咧，每一次嘅反彈都係走貨機會，且行且珍惜。咁另外喺5月嘅月報有提過㗎，咁就當時啊4月有講過。又出現頭肩底，究竟會唔會有成功呢？咁就喺5月嘅時間有提到啦。而家身處一個大型嘅下降軌道啦，兼且已經係跌穿咗前底形成嘅上升軌。中線嚟講呢，走勢係比較偏弱啲。咁只有攻穿呢大型嘅下降軌道呢，先至有中線轉強信號。咁而喺4月嘅時間呢，我哋見到已經出現一個小雙頂㗎啦。除非突破207至208，否則量度跌幅目標呢19140。咁喺6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有提過，繼續身處大型嘅下降軌道啦。中線嚟講走勢依然偏弱㗎，咁只有攻穿大型下降軌道先有中線轉強。咁另外已經收穿綠色橫行支持區，呢度已經成為阻力啦。除非有強大嘅購買力，否則短期內攻回嘅機會係不大。另外我哋用翻個形態分析啦，之字形嘅形態 AB 等於 CD，量度跌幅目標17000點，亦都喺今年嘅10月咧完成咗㗎啦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就係4、5、6月咧，都開始見到我都幾睇淡嘅大市，係啦。咁但係個市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慢慢碌落去。咁暫時咧10月完成咗我哋其中一個大嘅目標㗎啦。參與申請資交嘅朋友咧，咁就會喺每個月嘅月頭啦，會發放一份月報去俾翻會員嘅，會有翻當個月嘅預測啦。咁喺2022年嘅2月，當時佢提供咗一隻全年最佳做淡目標股票啦，2382，當時嘅股價200蚊，我哋又提翻個目標咧70蚊，亦都喺同年係完成咗呢個目標有突㗎啦。咁另外喺12月嘅月報啦，我哋有講過，恆指出咗兩個形態，第一頭肩底計翻兩道目標咧21680，止蝕位16830，另外有提過。亦都有一個向下收窄三角22500。喺1月嘅月報，我哋將資料再重新講多次，重要嘅説話講多次嘛。再提多次頭肩底嘅目標21680，向下收窄三角目標22500，通通都喺1月完全完成晒㗎啦。咁而週期分析咧，亦都講過走勢係偏強，高位震盪至下旬。農曆年後翻嚟開紅盤機會稍高嘅，咁我哋亦都見到順利喺2023年1月咧係翻到嚟開咗紅盤高開嘅。咁而呢啲所有嘅資訊咧，通通都喺月頭係啦，收星之交會員咧都知道晒㗎啦。
咁就喺 Patreon 開咗新嘅 channel 啦，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經 Patreon 參與啦。咁再次感謝參與星之間嘅朋友啊！